各位兄姐，大家平安。现主是咱来串联今仔，现主是咱来串联今仔日要唱的诗歌，第一首是圣诗第42首，请来耶稣万所五望。好来，请来耶稣万所五望，救主。歹势吼，来，搁一摆吼，歹势来。我请，因为这条巴西的歌，我请迄个歌长咧帮咱弄过吼。好，来，搁一摆，预备，来，请来耶稣万所五望，救主名的得自由。真完团的一切合变，我命对你的不朽，来讨帮助老的东方，救因出多行的人，你会听好我的卡心，会明白你心无定。无咱搁一摆为第一集唱较慢一点嘛，好啊吼。预备来，请来耶稣万所五望，救主名的得自由，真完团的一切合变，我命对你的不朽，到帮助老的东方，救因出多行的人，你会听好我的卡心，会明白你心无定。来唱第二位，圣诗615首。这首吼，咱迄个歌词第2段甲第3段有改编吼，所以咱等一下练全首哦。好，咱为第1节开始，主内面有喜乐。预备，来，地主内面有喜乐。平安。
咯。你迄日是要来对深去到高山，高山哦吼，来，人唱出快乐声音，地球脱离灾难，披落目屎，见笑到光荣。第三站，世代运转的时刻，改变叫世奇迹。你主爱你的人民，互人庆贺欢喜。头牙悬，好啊，补充报告吼，今日伫中央遐有一支麦鼓吼，阮因为这2礼拜麦鼓会先裁的遐，啊，若准坐迄边的人讲话啊较细声，无着会。伊就会直播，声音拢会传出去吼。好，啊，唱歌尽量唱无问题。好，请甲手机啊、关机啊关做震动，准备心。
全地拢着向耶和华唱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日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恶乐。伊伫正上帝顶面，应该受敬畏。三甲来吟圣诗42首，请来耶稣元素黄芒，请咱起立。咱做伙用信仰告白，咱要做伙来信仰告白，用新的界面来告白咱的信仰。恁着真心、真诚、真意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神旨的总源头。我用新的界面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三个用上帝话来启应，启应文49篇，以赛亚55章。来，喙焦的人才有水；来买酒，来买奶。恁若着开钱，买袂食伫个面。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面通食。咱找袂着上主的时，着来找伊。歹人着离开邪恶的路，着归向上主，伊要怜悯。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天比地加偌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搁倒转。要互野种的有政治，对我的喙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
以前有刺皮的所在，未发清白。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同心来祈祷，阮伫天灵的爸，阮感谢你，感谢你赏赐你独一生囝耶稣基督降世来到世间，为着阮世间人的罪，诚做挽回祭，互阮会当甲天父搁和，也诚做真光照伫阮的中间，带领阮出黑暗入光明。互阮无搁再诚做罪的奴隶，会当称做天父的囝儿。阮要感谢你，学乐你，亲爱的主，阮伫这个大降节的节期，要搁一摆孝念你对阮的恩典甲救赎。我要伫你的面前诚心来决志，不管是得时也是不得时。时时拢要来传扬你的福音甲真理，学习主你成的模样，跟对你的脚步，也要用阮性命甲行动来宣扬你的疼，互济济人来认捌你，得到拯救，得到对你来的平安甲恩望。愿拯救归伫咱的上帝。就是坐伫座位顶的羊羔，愿学乐、荣光、智慧、感谢、尊贵、权能，拢归伫咱的上帝，到代代无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赞美，生活队要用诗歌带咱来敬拜。
领受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西番雅书第3章14节到20节，以及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4章第4节到第7节。西番雅书第3章14节，錫安啊，着欢喜唱歌；以色列啊，着大聲歡呼；耶路撒冷啊，着滿心歡喜快樂。上主已經撤銷對你的審判，將你的對敵趕走。上主以色列的王甲你同在，你免阁驚災害。伫迄日，人會對耶路撒冷講：錫安啊，毋通驚，毋免骹酸手軟。上主，你的上帝甲你同在，伊有大氣力，施行拯救。伊會因為你歡喜快樂，伊會因為疼你，互你的性命換新，佮因為你歡喜唱歌。上主講：我要誅執遐個因為袂當守節、心艱苦的人，互因免閣擔受凌辱的重擔。迄時我要刑罰欺壓恁的、解救卡拜的、自執受討壓放逐的。我要互遐個逐所在受凌辱的得到稱讚甲尊榮。迄時我要甲恁自執，帶恁轉來。我互恁遮個受領的人恢復歡迎的時，恁會親目看到恁佇地上萬民的中間得到稱讚甲尊榮。上主安尼宣布。腓立比書第4章第4節，着時常甲主結連來歡喜。我閣講一遍，着歡喜，着互眾人看袂出恁的寬容。主特別來啦，攏毋通看入什麼，萬事着用感謝的心祈求甲代禱。將恁所求的，互上帝知，安尼上帝所赐超越人一切了解的平安，會通過基督耶穌保守恁的心思意念。願上帝話賜福聽伊的話，佮行伊的話人。講道老牧師所要傳講的信息，世代翻轉，歡喜無煞。請咱同心來祈禱。主感謝你，當阮三自執來到佇你的聖殿中間，阮帶着歡喜的心，阮備辦要迎接聖誕，阮也備辦新的一年要來。主，阮將阮一切的願望完完全全交託佇你，願主成做阮的幫贊，互阮所行的每一步，攏通看見你穩定甲陽光的記號。願你的話也閣一擺充滿點佇阮逐人的心，幫助阮閣較敬拜你。同齊祈禱，靠耶穌的性命來求，阿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咱點到大降節第3期的6節，今仔日的意思是啥物？咱有人知影無？今仔日的意思是歡喜、喜樂、宣告，所以牧師穿的衫嘛愛配合。愛粉紅仔色來表達歡喜的意思。咱對頭一個禮拜開始，咱有願望，然後有信心，閣刷來咱備辦要用歡喜來迎接耶穌基督要閣來。所以當咱點到一支閣一支的蠟燭的時陣，咱嘛不斷地敲吹上帝，你要如何繼續運行踮佇咱的世界中間。毋過講到歡喜，咱就愛來問，這個世間咱要如何通得到一個會當延續落去的歡喜呢？咱普通所求的歡喜攏是安怎？
可能真短就要离开啊，对无？最近有一间烧肉店拄啊开门着，讲听讲叫伊做趁走卖离嘛。啊，足侪人欢喜想要去迄间店食饭，结果发生了啥物事？定位就爱听讲敲电话爱敲2-3点钟，敲2-3点钟才定会着位。去到伫遐个歹势，迄间店因为伊讲无限迄个食饭的时间，所以内底人客无出来，你嘛无法度入去。所以去到伫现场，佫爱佫等2点钟才会当入去，啊，佫食2点钟，一工安尼几点钟？一工爱开6-7点钟，为着要食迄顿饭，安尼到底有欢喜还是无欢喜，我嘛毋知啊。是咱期待要会当有欢喜，但是通常咱所咧追求的欢喜，看起来拢敢若是真短暂的时间。啊，有时嘛会点伫即个过程中间，因为中啊发生了啥物事，递到讲迄个欢喜就消失啊。所以点伫圣经内底，咱不断咧问的是：当咱甲人讲信耶稣会当得到一个喜乐的人生，会当得到一个欢喜的人生的时阵，到底即个欢喜咧讲的是啥物意思咧？即几礼拜咱会读一位旧约的圣经，甲一位新约的圣经。通过安尼，咱做伙来思考大讲节每一个礼拜所要对咱讲的意义。今仔日咱读的经文出现点伫西番雅，啊，这个侪人佫较无熟悉对无？点伫旧约创伫，这是第啥物所在？倒数第4卷。愈来愈歹找所在。啊，先知。遮个先知点伫每一个时代中间，其实因拢咧讲重要的信息。但是咱爱会记哩一项事，先知所传讲的信息，拢是为着要符合迄个时代的需要。所以当咱咧读遮个先知书的时阵，咱必须爱理解到底伊发生伫一个啥物款的时代，当时的社会情景到底是怎样？无咱就会掠准先知拢是啥物？咱亲像咧讲迄个，敢若亲像咧做算命先共款。其实每一个先知拢是符合伫迄个社会的情景中间，要讲出，要邀请每一个人，你爱悔改，你爱转来到伫上帝即条道路，即个信息。西番雅点伫啥物款的时代？伊的时代是约西亚咧做王的时代。约西亚王有啥物特色？约西亚王的特色是点伫约西亚咧做王的时阵，伊推行一个真重要的宗教改革。伊推行宗教改革，所以带互整个国家有真大点伫信仰顶面的改变。安尼咱就知影头前安怎对无？需要宗教改革，意思就是头前的王拢安怎？已经拢。行歪出去啊！就是进前的王已经拢无认为讲即份信仰是重要。以前的王拢认为讲，咱会当甲彝族遮个文化点伫遐难做伙，所以济犯罪递到整个的国家，陷到点伫一个混乱的时刻。才有约西亚王要来推行宗教改革。毋过点伫西番雅，阁有另外一个重点是。伊完全无提到约西亚王推行宗教改革这项事，安尼咱知影意思是啥物？意思就是伊可能所出现的时代，约西亚王未推行宗教改革，点伫伊要做改革的进前，约西番雅讲遮的话。啊，所以西番雅点伫遮，咱若是对第1章读落来，伊就会讲，当主的日要阁来的时阵，要带来真大的审判，这个审判会有毁灭，会有济攻击。迄个日，主的日子要阁来，迄个日是啥物款的日子？是生气的日子，是可难灾的日子，是破坏的日子，是黑暗的日子，是忧愁满天的日子。这是西番雅对第1章安尼读起来，咱就会发现，当伊咧讲遮的审判的信息的时阵，这个先知心内底到底咧想的是啥物？咱来想看觅。
意思就是当伊咧讲道的时阵，伊并毋知影讲后来约瑟亚王竟然会推行宗教改革，伊嘛完全毋知伊所讲的即篇道理，到底对即个世代的人会带来什么款的影响？当整个世代拢踮伫黑暗甲罪恶的时，伊要安怎做咧？其实这也是对咱每一个人咧讲的啊。当咱看到济项事检彩踮伫混乱、踮伫惊吓、踮伫黑暗的时，咱要安怎来服侍？咱要安怎来宣扬？所以咱才会接对咱前几礼拜的信息嘛。你爱有愿望，搁来你爱带着信心，就是咱每一摆咧服侍的时阵，是带着一个新的愿望。我期待有代志会发生，但是我并无法度确定到底是啥物。我无法度按算，我知影，我带着一个真大的期待，是通过我的分享、我的讲道了后，会带来改变。但是这个改变到底是啥物？其实我毋知。这都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如果咱毋知到底咱所做会当带来什么款的改变，咱要安怎搁继续向前行？意思就是，今仔日当咱踮伫遮咧做礼拜，咱踮伫遮同齐咧敬拜的时，咱其实也期待整个世代会当改变，整个社会会当有新的转变。但是现主时咱确实是看袂到。咱需要带着愿望，搁向前行。当咱咧吟诗，咱的圣歌队伫遮咧锻炼，伫遮咧献诗的时阵，也是共款的。咱敢有期待每一摆当咱同齐咧献诗的时阵，咱也期待会有新的代志要发生。会有新的代志要发生，虽然咱毋知影到底是啥物，但是都是因为咱期待上帝确实要做工。所以咱才会当愿望，咱才有愿望。这个愿望也帮助咱用信心去看到讲，一定会有新的代志发生。虽然现主时的咱毋知影迄到底是啥物。昨下晡咱踮伫遮有圣诞音乐会，也是共款。有一个囡仔，对囡仔到伫90几岁，遮尔侪人，遮尔侪无共款年龄层的人参与踮伫即个演出的中间。这个演出嘛，毋是干那是一个表演尔。每一摆的演出，每一摆的服侍，咱拢带着一个真深的期待，是会有新的代志发生，会有新的代志。但是迄项事到底是啥物？我虽然看袂到，但是我照着信心继续向前来跑走。这就是西番雅踮伫伊要宣讲的时阵，伊期待的。伊看到整个世代拢踮伫黑暗的中间，但是伊相信讲，当我咧宣讲的时阵，未来整个世代会当有翻转的可能性。这是咱会当做伙向前来跑走的。所以踮伫这个审判的信息中间，咱就会看到，经验过审判，才会当进入到底，得到自由。有受伤、有破坏，才会当行到伫上帝后来要恢复。有遐个灵足，才会当后来佫经验到讲，咱真正得到荣光。这是踮伫西番雅的信息内面，伊所要表达的一个喜乐。所以接到今仔日咱所读第3章上落尾这个所在，咱会看到讲标题甲咱讲，如果你有看标题，讲迄是一条快乐的歌。当伊咧讲快乐的歌的时阵，咱就会感觉，如果头前拢咧讲审判，讲到上落尾，忽然间正做一首快乐的歌，这对咱来讲会有啥物款的意义？上帝要来，上帝的临在，毋是干那审判那尔。上帝的临在要带来生命真正的庆贺甲喜乐，所以踮伫遮伊咧讲，都爱欢喜唱歌，以色列爱大声欢呼。耶路撒冷爱满心欢喜快乐，因为上帝已经撤销所有的审判。这是伊踮伫遮所要表达出来的拯救，是因为上帝的工作真实来到伫遮。
约西亚王会推行宗教改革，是后来因为有一个大臣去摕到一本律法册，伊摕到迄本律法册了后，伊读了，伊感觉咱应该爱来悔改，所以才会有宗教改革的出现，也对整个当时的犹太带来一个新的可能性。毋过点伫即首快乐的歌，伊讲的嘛，毋是干那即个时代那尔，伊阁继续向后面咧讲，伊阁继续向后面咧讲的是，伊嘛咧宣讲讲，当未来以色列灭国了后，会阁重新阁转来，受掠去的人会阁重新阁转来。所以咱会不断咧看到讲，伊所想要表达的喜乐到底是啥物？伊所想要表达的喜乐是，逐个人拢经验过迄款艰苦、受难、济灾害的经验，但是有上帝奇妙的疼，上帝奇妙的拯救，将人挽回。上帝将人挽回了后，迄份喜乐甲欢喜会赢过所有生命中间，你无法度赢过。人所要追求的快乐真短暂，但是军队上帝咱所要领受的喜乐，是会当不断阁延续落去的。这就是先知西番雅踮伫迄个时代，伊所承担的任务。伊踮伫每一个关键的时刻，讲出真理，带着一个愿望。迄个愿望是，我虽然毋知到底会发生啥物，但是我知，这个世代确实会转变，这个世代会当有翻转的可能性。也照着安尼，每一个踮伫绝望，也是踮伫艰苦受伤的人，咱才会当有同款的期待。上帝的喜乐确实要踮伫咱的生命，也才对遮咱会当看新约，保罗踮伫腓立比所要讲的喜乐。逐摆读到腓立比书，咱就会一直讲，腓立比书是一本一直咧讲喜乐的书信，对无？伊一直咧讲，恁着爱欢喜，我阁讲恁着爱欢喜。但是现主时的保罗伫对加角内面呢，一个踮伫加角内面写批互外面的人，一直甲人讲，恁爱欢喜，恁爱欢喜。咱认为伊到底咧想啥？互人乖家失去自由，结果伊却一直甲边仔人讲，恁着爱欢喜，恁着爱欢喜。到底咱会安怎去看待这个情形呢？大多数拢是恁莫烦恼，莫艰苦吧。如果你是迄个受关家的人，你会鼓励你的兄弟姊妹、你的亲人讲啥物？莫烦恼，一定有机会会出去的。但是保罗是用一个搁较强的提醒，就是恁爱欢喜。为什么爱欢喜？因为伊知影伊人生所经过的路，伊所行的路是照着军队耶稣基督，所以受到济人的攻击，致到伊互人关落家。伊认为这份受苦是有价值的。伊认为这份受苦是互伊生命会当得到欢喜上界重要的事。我想这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对咱每一个人来讲拢共款。因为大多数的咱拢无想要面对遐个艰苦的经验，无想要面对受伤的经验。但是对他拄啊旧约的信息，一直到伫新约的信息，伊拢一直咧对人讲。如果要得到生命真正的欢喜，一定是安怎？只有经过咱的生命行入到伫死荫的山谷，才有得到欢喜的日子。毋若是安尼，咱每一个人踮伫工作中间也是共款啊。咱想要得到好的成果，头前一定拢安怎？有迄个辛苦的过程，有迄个。互人感觉啊，你哪会遐讲？为虾米要做遮个事的过程？最近有一个朋友问我一项事，伊讲伊人生行到伫一个坎站，现主是忽然间有一个人弹出一个新的工作的可能，伊问我讲，伊到底是应该去，还是无应该去？
伊头一项就问我讲，老师你对即个职位真有熟悉，你感觉这是毋是跳火坑？我就甲伊回答讲，绝对是火坑。我讲绝对是火坑，但是我煞就搁问伊讲，我嘛就无信心。我问伊讲，即个你怎啊要做即个选择？安尼你有抽屉的路会当行无？你到底会当？若是这个职位，你即马咧跳槽做袂落去，你敢有抽屉？伊甲我分享讲，其实伊到今60岁。伊是踮伫学校中间咧服务啊，伊咧做一个教授，60岁。伊甲我分享讲，大概伊家己暗算，搁一2冬伊就要退休。所以，就算讲这是火坑，伊嘛感觉不要紧。真正无法度，伊就要退。但是伊搁煞只甲我讲，伊咧问的是，我踮伫大学中间已经教差不多20冬，甚至超过遮尔长的时间，我嘛要退休啊。我咧问家己一个问题：这个可能性到底是毋是上帝爱我行的路？我听了心内底相当的感动，是逐个人拢有可能到伫一个人生每一个阶段到结束的时，但是我这个朋友所问我的是，到底敢会当有一个新的可能性是上帝爱我所行的路。虽然我知影你即摆牧师你甲我讲，这绝对是艰难，但是当你行即条路的过程中间，当伊咧问这是毋是上帝所带领以及上帝的呼召的时阵，咱就会发现伊所要期待的是啥物？伊所想要看到的是迄个改变的愿望。是迄个翻转的愿望，是迄个翻转了后会当真正得到喜乐的愿望，是真正踮伫大学内面，伊教伫20冬的册，老实讲，学术研究嘛有伊的成就。检采咱会认为讲，这应该是一个人生事业已经拢会当讲一切拢完成啊。但是来到伫60岁的时阵，伊足认真咧问讲，我还阁会当为上帝做啥物？所以才会讲，牧师，我要请你替我祈祷，踮伫这几工，我要好好思考。也对这项事，我真正咧学习观看讲，上帝如何踮伫咱每一个人无共款的人生阶段，要使用咱。迄个使用咱的方法。会超越过咱的理解，所以咱才会对保罗所讲的这段话，咱拢真熟悉嘛，对无？伊讲你着爱安怎？你着爱伫无任何的跨路，踮伫祈祷中间，将恁所需要甲上帝讲，用感谢的心来祈祷，上帝要赏赐你啥物？一个好本的讲，出人意料之外的平安。超越过人所会当理解的平安，就是咱才会发现讲，咱所咧求的平安，通常是啥物？嘛是一个现主时，咱即卖系平安，现主时的平安。但是保罗踮伫遮，伊所要表达的是，咱所咧追求的迄个目标，也是价值，是一个超越过人所会当理解的平安。迄个平安会带来真正的欢喜，这才是咱所咧追求的，敢毋是？是上帝将逐项的呼召放伫咱的生命中间，爱咱去行一条。可能我嘛毋知我安尼做是好也是歹，可能会拄着好的，嘛会可能会拄着歹的。但是当我愿意照安尼去行的时阵，有迄个超越过人所会当理解的平安进入到伫咱的生命中间，这份欢喜，这个价值才会超越过咱所想象的一切啊！这是咱所要期待的。所以宣讲这段信息，保罗确实伊受到外在，伊互人绑咧，伊互人关伫监狱内面。但是伊愿望的是，菲律宾教会兄弟姊妹会当安怎？
伊远望的是菲律宾教会的兄弟姊妹，恁会当带着远望，佮继续向前行，毋是干那我那尔，是我这个期待会当带互恁新的可能性。恁嘛会当行伫即条路，为虾米？因为我所行的路是耶稣的路。也照着安尼，咱才会当接腓立比书另外一句咱足熟悉的金句，是啥物？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逐摆拢爱小解释一个金句，一个无有当时咱拢会变成做催眠。催眠的意思就是，当咱有当时拄着困难，咱拢真简单咧，甲别人讲，迄个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其实有当时咱看其他的翻译，以及看头前甲后壁所咧讲啥物，咱都会感受到伊所咧讲的到底是啥物。若是对头前来看，伊就会讲，我已经得到秘诀，无论是饱足，也是饿饿，是丰富，也是欠缺，无论什么事，我拢安怎知足，我拢会当知足。照着基督所赏赐互我的亏力，我会当。用文译本讲适应哦，我会当适应逐款的状况。所以咱就会当了解，毋是迄个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是靠着迄个赏赐互我气力的，会当互我安怎适应，会当踮伫无共款的环境中间，无论现主是饱足，现主是饿饿，是丰富，也是欠缺，无论安怎，我拢会当。自在，我拢会当安然自在。这个秘诀是啥物？就是人甲耶稣基督结连做一伙，人甲耶稣基督结连做一伙，所以咱会当适应各种的情况，互咱会当得到生命上大的喜乐。这才是腓立比书保罗一直想要表达的。所以无论西番雅，也是保罗因拢咧讲的是。经验过迄个亲恩也是死荫的山谷，佮爬出来，这个过程中间，迄个喜乐，才真正是超越过咱逐个人所会当想的。因所要追求的是一个真正有深度，会当有深度，然后看到迄个美好的喜乐。这个社会定定咧对咱讲的是。咱追求是真紧，咱就要得到。想要得到的喜乐，就是真紧，我要享受，真紧，我会当行化，我会当解决眼前的困难，也是达成目标那样。所以，直到咱失去了深度，也失去了内在。保罗甲西番雅所要表达的是，咱要追求的喜乐是真实有深度。有深度的喜乐，有一个牧师踮伫伊服侍几十年，到伫伊退休礼拜的时，侪人拢足期待听候讲这个牧者要分享啥物，伊牧养教会的一个真大的体会，所以大家人拢期待。毋过迄天伊敢若讲一句话那尔，伊敢若上台讲一句话讲。规世人服侍上帝，牧养教会，伊敢若做一项事，也检测是讲经验上帝做啥物？用英语咧讲吼 ，comfort the injury the comfort the injury the comfort。简单来讲。互受伤的人得到安慰、刷接，互感觉真舒适的人安怎受伤？所有人拢开始所以牧师你到底想要表达啥物？头前迄项事，咱逐个人拢会当了解，是来到伫教会的人，是侪受伤，有侪心内底有罪，需要斗相共的人。会来到伫教会中间，所以来到伫教会中间，咱需要得到上帝的安慰，需要得到上帝的照顾。但是后壁迄句到底咧讲啥物？互侪感觉真舒适的人，
感觉真习惯啊，感觉我过了足好诶人，踮伫遮，因为伊心中传讲上帝诶话，所以搁一摆，互你受到新诶挑战，互你受到新诶提醒。无任何一个人是完美诶，无任何一个人是来到伫教会中间，伊就忽然间诚做对受伤，忽然间就100%。咱拢一直行伫即个不断受到上帝所带领，也是互上帝带入去审判，但是却经验上帝安慰甲医治的人。伊即句话带互我也真深的思考，是安慰每一个受伤的人，咱拢会当理解。但是，互每一个自我感觉太良好的人，面对受伤，这是上帝话所咧大的事。咱会有济家己的计划，咱会有济教会应该安怎做？其实伊后来佫继续讲，当伊一开始正做一个传教者，伊就互人受车牌，爱去开拓教会。去到伫开拓教会的时阵，教会内面完全无人，完全无人。总派有交互伊一本迄个交战守则，讲你会当安怎做。结果伊掀开了，伊就感觉我会当先下一边啊，因为内面所咧讲的拢是预算要安怎掠，时间计划要安怎做，教会组织要安怎组织。但是现主是伊看到是啥物？现主是伊所看到的是啥物拢无嘛，所以伊迄当时伊就决定讲，将遮个物件先下伫边仔。伊转到家己的祈祷中间，伊向上帝祈祷讲：上帝啊，这是你的教会，我所期待的是，毋是我做啥物有算的规划，毋是我做啥物时间的计划，是你踮伫遮工作，是你踮伫你的教会中间工作，是踮伫遮，互人会当学习敬拜，人会当来到伫遮，也学习如何祈祷。是上帝踮伫你的教会中间，家己咧引带，毋是我的计划，毋是我所想的。伊也期待受伤的人会当得到医治，悲伤的人会当得到逃亡。但是伊也知，每一个人带着家己济无共款的问题、疑难杂症来到伫教会中间，无任何一个人会当照着一个标准化的过程中间，就解决你的问题。咱本来就是带着家己的受伤，踮伫遮。同齐咧跑走的，伫即个跑走的过程中间，有可能照着上帝的话，照着上帝的工作，咱愿意踏出新的一步。互整个的世代真正反转，世代会当反转，是因为咱愿意排弃家己的十字架，是因为咱愿意尽忠回应上帝的号召。通常咱会拄到的是，咱期待别人去排遐十字架，别人来回应。世代要改变，是咱每一个人愿意负起应该爱负的责任。当咱咧行动的过程，带着愿望，也带着信心。虽然我毋知到底未来会发生啥物事，但是我带着一个愿望是。上帝确实会踮伫遮做工，当咱会当知足，当咱会当用宽容的心，将一切祈祷摆列伫上帝面前，伊所想事迄个超越人会当理解的平安，确实会甲咱同在。所以世代会反转，咱会当唱出欢喜无煞的歌声。对大港到圣诞，
这就是咱同齐咧学习的祈祷，愿咱得到平安，也愿咱得到喜乐。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世代翻转，欢喜无煞。时间要来，对天国到关山，人唱出快乐歌声；对受灾到得救，人流出喜乐的目屎；对见笑到荧光，人咧上赞凯旋的得胜。世代翻转的时刻，扭转局势的契机。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互人欢喜，互人庆贺。伫感谢的所在，我献上家己；伫毋望的所在，我举起家己的头，无搁看虑，无搁忧愁，平安，平安，欢喜无煞。愿咱平安，咱同齐来吟这首圣诗，成做咱的回应。主大兵有喜乐，咱着甲伊加连。地主大兵有平安，咱着甲伊加连。虽烦恼卡阻我，亲像渐地藏，踮伫主咱心内，充满大欢乐。伫彼一时要带领，对亲家到关山。人唱出快乐声音，地球拖你在咱，人道道喜乐目屎，见笑到公义，也有人开声称赞。有路到底线，世代翻转的时刻，改变局势契机。你慈爱你的怜悯，予人庆贺欢喜。感谢献上家己，毋望头行关，无挂虑，无搁烦恼，欢喜迎平安。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来到伫你的面前，伫每一摆阮受伤的时，你安慰阮；伫每一摆阮艰难的时，你拯救阮，互阮真正体会甲你连结的欢喜。主，愿你帮助阮，无论阮踮伫什么款的境遇中间，无论阮是丰富也是欠缺，是饱足也是夭饿，求你拢赏赐阮有够也的气力，互阮会当适应踮伫每一个无共款的境况中间，互阮带着盼望，带着信心，阮真正体会，特别踮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最水的工，
当阮愿意跟对你的时，阮也要得到生命上大的欢喜。愿你祝福阮大家，赏赐阮平安甲欢喜。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坐。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来分享甲报告。咱伫拜三拢有线顶的圣经学堂，咱要进入的所在来到伫士师记17章第7节到13节，欢迎咱会当踮伫线顶来读上帝的话语。好，今仔日咱是大港节第3个主日所以咱逐礼拜拢会安排无同款的同工来替咱点蜡烛，来带着期待迎接圣诞的来临。好第三项甲大家报告就是，等下踮伫第2堂礼拜后，咱的财务部有办迄个财务建设会，所以请已经有报名咱的同工会当做伙来参与。我出来第4项这咱后礼拜是圣诞节的联合赞美礼拜吼，所以嘛特别提醒咱后礼拜的礼拜时间是9点半。咱后礼拜时间是9点半，咱干那一堂尔吼。礼拜煞咱就会做伙到伫对面遐，咱有购买参观的人吼，咱就做伙来到伫对面遐，咱要踮伫对面食圣诞爱餐。所以嘛，请大家记住，咱后礼拜对面就无法度停车吼。咱后礼拜对面无法度停车，所以需要咱逐个人去敲吹逐个停车的所在。听讲最近一招足厉害的，停伫迄个青年公园遐开 U bike 来，你会当来到伫遮，将你载的人放伫遮，停到青年公园迄边遐有 U bike 开来咱头前。对，有人甲我教讲，安尼上解省。对，你只要因为边仔若是找有加，敢若
礼拜敢有伤钱，敢若无伤钱对吗？对啊，骑 U bike 来，安尼就方便。好啊，所以请大家会记，咱后礼拜9点半一顿礼拜，礼拜煞咱就会到对面做伙食圣诞爱餐吼。好，过来咱今年度的过节孝会踮伫12月29来结孝，所以你若是要踮伫今年度奉献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这个时间吼，咱会踮伫12月29来完成今年度一切的结孝吼，所以嘛请咱会记哩。过来第6项，你若是会当使用迄个电子版周报的兄弟姊妹，欢迎咱会当继续扫遐个 QR code 来使用电子版的周报吼。好所以这是咱圣诞节的活动，都甲大家做伙来分享。过来咱的集体关怀消息是咱踮伫拜五的时阵有举行志峰长老因妈妈的告别礼拜，所以今仔日志峰长老因的整个家族大姐、二姐、甲大哥，佮因的亲人做伙踮伫咱中间，要咱来地下，就请因会当做伙来兄弟姊妹来地下吼。也请咱踮伫祈祷中间，继续关心因的家庭，愿上帝平安甲安慰，甲因三弟弟。好，我来做介绍吼。今仔日咱有迄个原幼的爸爸妈妈吼，咱新歌队队员原幼的爸爸妈妈头一摆来伫咱中间吼，伫迄个头前遮原幼的爸爸妈妈，互咱欢迎因，互咱来到伫咱中间。就咱嘛发现咱信歌队有时拢有新的队员。好过来今仔日有几位南台科技大学的同学，他们要做报告，所以来做礼拜，对不对？来，请你们让我们欢迎一下好吗？你可以从位置上站起来，给他们做报告来做礼拜吼。请坐。好，佮甲大家报告，一个人咧问我讲棒球卡，这个是。蠢阳一个漫画家蠢阳，其实我必须安尼讲，伊敢若是咱教会会友，就是伊若是有做礼拜，拢伫咱教会，而且伊拢来第一顿的礼拜。虽然伊毋是定定来，但是伊拢会来伫咱教会做礼拜。伊就是棒球，咱摕到世界冠军了，伊家己画家的迄个明信片甲球员卡，伊完全无摕钱。伊就家己去印，家己包装，送互几个迄个店家，请店家有人去，就会当送互伊。我就甲伊讲，既然你拢踮伫我遮做礼拜，安尼你爱摕一寡来教会。所以阁有一寡吼，阁有一寡，所以你若是你想要伫的，等下赶紧去排队。我嘛毋知剩偌济，会当踮伫迄个办公室去边来摕吼。所以棒球卡，如果你有兴趣的，你会当做伙来摕。因为纯阳足低调，所以我嘛袂特别。甲咱讲，伊是倒一位啦，伊今仔日无来，所以即摆免找。好，我做以上遮个报告吼。咱做伙来读本周的金句，我先来读一摆，煞只，请咱做伙读2摆。上主你的上帝甲你同在，伊有大快乐，施行拯救。伊会因为你欢喜快乐，伊会因为听你，互你的性命换新，佮因为你欢喜唱歌。西番雅3章17节，咱做伙来读2摆，请。上主你的上帝甲你同在，伊有大快乐，施行拯救。伊会因为你欢喜快乐，伊会因为听你，互你的性命换新，佮因为你欢喜唱歌。西番雅3章17节，佮一摆。上主上帝甲你同在，伊有大快乐，施行拯救。伊因为你欢喜快乐，伊会因为听你，互你的性命换新，佮因为你欢喜唱歌。西番雅3章17节，咱做伙来吟祝福册经诗，圣诗400首，
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愿主真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福你心身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天堂，亲像当那活水。地蒙母暗暝看见主的光，愿主真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福你心身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天堂，亲像当那活水，地蒙母暗暝看见主的光。人侪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咱正大家三弟弟对答直到因世代无煞。阿免。